再来看花莲市自由街停车场，因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暂停营业。花莲县政府最近重新来申请土地转让，目前嘛定位109个停车格，嘛来使用智慧收费的系统。即马停车场已经重新开放了。也毋过花莲市区计共无到2000个停车格，伫休困的时阵要找停车位是真困难。这是花莲市收费停车格上济自由街，今年5月因为土地所有权毋是县府向禁止停车，即马县府已经完成移转，重新为109个停车格，搁且自动化收费系统甲进行报道。预计会在9月1号开始就开放使用。那未来这个区域的停车的方式都采用这个智慧停车线上支付。那民众可以在离场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智慧停车柱上面的 QR code 扫。目前也咧装智慧停车条，9月初以前停车都免费，改做智慧收费，是毋是对所有年费该站的使用者都方便呢？中线设进程度虽然优先，毋过是毋是安全？它现在改智慧收费，对你来讲方便吗？这样子最方便。人行道的部分，像我们小朋友推车啊，然后我们走路，一般大家也不会跟那个汽车这样挤来挤去。花莲市区路边公家收费停车格目前有1949个，平常时应付，毋过假日就都无车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更较侪空间。我们也有一个私人设置停车场的奖励的一个规定啊，那也就是鼓励民众来设置。其他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公有的停车场用地是不是去做一个逐步的开放？政府强调，智慧停车收费是出世，未来包含东大门、中山路、北平街路段拢会装。记者综合报道。